Hello，大家好，灰狼好耐冇同大家見面啦。今日諗住同大家講下收查殺呢個點樣聊。事緣呢，就係、我喺度回顧以前啲 IG story，即係嗰啲當年今日嗰啲呢，就有一鋪我錄低晒自己收查殺嘅所有發現，我就覺得幾好，即係自己覺得自己嗰鋪聊得好好，喺度 gel 字頭。咁就諗住同大家講下收查殺嘅時候有啲咩需要注意，因為我發現最近都有幾多人收查殺係完全聊到爆晒嘅，狼聊爆不在話下，有人冇人收查殺都係聊爆嘅，所以咧就諗住分享下少少心得。嗱，咁個 background 就係咧雙機版，我同小巨我哋兩師徒見面啦，跟住有一張唔知乜嘢話驗咗我係通靈師。第一件事我就覺得應該係啲大佬唔知咩發錯，咁後尾我發現嗰張係真係通靈師嚟，佢驗咗我係查殺，但係就報我係通靈師，咁好咯喎，聽下我收查殺講啲咩，即係就算我當時以為係龍化狼查殺，我都要聊好啲噶嘛。聽住2號女巫牌3銀水，所以我覺得12應該就似隻小狼多啲嘅，佢喺度揾緊身份點樣發生。然後我覺得11同10可能都比較大機會同12唔見面。係嗱，收查殺咧有3件事要諗嘅。第一件事就係諗拍咩身份，即係到底你係想勾啲神出嚟啊，定係拍平民就算咧？因為好似譬如我雙道啊或者英甲嗰啲，好多時平民係比較少。咁就算你拍平民嘅話，你表水夠好，啲人都未必夠膽貿貿然投你啦。所以其實係可以拍平民嘅。又或者好似我咁平時如果4神4民嘅版咧，我係好中意拍女巫嘅，因為女巫係冇乜可能自證到身份嘅嘢嘅。咁決定咗拍咩身份之後，第二件事要執整嘅或者去準備好你嘅發言就係你嘅底牌視覺。即係例如啦，我決定咗我今鋪嘅身份要一張女巫牌啦。咁我就要由一個女巫嘅視角出發，譬如諗下張銀水係咩料啦，跟住可能譬如掉我查殺嘅狼係咩品種啦，譬如平時可能有狼槍啊，或者譬如有機械狼咁樣，有好多唔同狼嘅品種你要去獵嘅。然後第三件事就係去打狼坑啦，因為狼好多時都係唔見面嘅，即係我哋而家好多版啲狼唔見面啦，所以咧你打狼坑嘅時候咧，你都要諗下你覺得嗰兩個情感可能好似唔見面，但係其實佢都可以係狼嘅，因為可能本身個版本質上都會有存在啲唔見面嘅狼啦。所以呢3件事就係你收查殺要準備好聊嘅嘢，因為佢講到出口同你講話要上11同10，咁你頂籠只會鏟大哥，就唔似係同12見面嘅小狼。咁加上我覺得11同10咧，你講嗰啲咩打到好鬼猖狂嘅11走去亂咁點你啲身份咧，你又真係好似你做狼會做呢啲嘢。然後10又喺度咩雞蛋裏挑骨頭咧，8應該似翻真係林張冇錯啊，因為得我一個知嘅啫嘛。就算你哋就算站法，你哋以為我哋兩個可以係12同2兩張狼都可以嘅，你哋要咁諗嘅。不過就我而家知道。然後我覺得7大概率應該係張真神。首先，如果7係狼槍，佢應該都會飛出嚟喺度唔知搞下啲咩亂咁操作，即係佢狼槍嘅話都會跳。咁唯一剩低有機會嘅就係4係獵人7學4嘅啫，即係唯一呢個就係唯一剩低嘅可能。係嗱，你無論玩咩版都好，你都要對個版子有相當嘅 sense 去諗下有啲咩情況會出現。例如好似機械狼咁樣，食鹽係金水唔代表佢一定真係好人。用呢個為例就係哪怕食鹽嘅係一支槍都好，佢有冇任何機會係一隻機械狼攞支槍乜都唔做，其實係可以嘅。所以就你睇表水嘅時候，因為你收查殺你嘅事係理應比其他人更加清晰，所以你喺表水各方面你就要你要做到滴水不漏。即係好似我咁樣，我嘅底牌視覺係一張女巫嘅時候，哪怕食鹽嘅係一支槍，我就要諗到底呢一支槍係咪真係好人啊？因為我需要去擔心佢係機械狼學槍嘅時候，其實佢對我威脅係好大㗎嘛。咁如果我唔讀佢嘅話，唔知幾時出咗佢係開槍巴我哋啲神或者巴平民又得。所以我係將女巫牌視角出發，我就第一日已經要諗咧，到底呢一隻所謂嘅獵人係咪真嘅獵人？如果我發現佢係機械狼，其實我就已經要讀佢㗎啦。1、5、12，咁3咪有容錯空間。點解我最後係讀咗9咧？我覺得3呢一刻無啦啦飛出嚟話想賺翻1，可能係唔見面嘅隊友贏翻，所以我覺得3有容錯空間。我覺得上一日張1咁勇去夠膽單票同我，我覺得1好大機會係機盾，佢唔怕
直接舉我，而佢都係幫我知道車落張一度啫嘛。我天光見到生死而死嘅人係冇我份，我諗咗一輪，我終於都明白。嗱，因為咧白攞警徽，跟住佢開咪係90、11、12、12，咁我係坐2號位啦。然後我覺得19嗰邊係開張首位牌嘅，所以咧其實我上一日已經提前鋪定話，我下一晚知道咧係會車落1或者9呢啲位置。咁下晚因為投票嗰陣張1就單票掛我2啦，飛咗出嚟啦，對跳女模啦，然後我夜晚就同阿小巨講，我覺得9幾似10位，咁我就將我調到align with翻我上一日打嘅坑。我上一日打完張9入落坑之後，因為我心底裡面想處決9嘅真正原因，我覺得佢似首位，然後夜晚就直接劈落去。日頭再解釋話我自己讀咗張9，然後我唔敢讀1就係因為佢可能係機台啦，所以咁膽直接對拍落去，所以我就唔讀落去嘅。咁就係一個完整鋪墊，將我由第一日打張9入去落坑嘅心路歷程，再配合翻我入佢呢個成套 actions， 去配合翻我身為一個女模嘅底牌視覺。好拍埋個 ending 先，差啲又唔記得。啱啱呢段心路歷程分享，純粹係我其中一個例子或者教材啦嚇。即係你收查晒要點樣聊或者要點樣玩，其實好多方法嘅。亦都有時我收查晒係會直接認狼嘅，所以大家如果有啲咩新穎嘅玩法咧，就得閒揾我復下盤啦。同埋最後大家記得 CLSS 啦，係咁先，拜。put 錯又 put 啊，係嘛？我發現我哋平時用 draw 佢哋好中意用 put 嘅，你啲 call 論 put 論嘅呢啲 friend。